歡迎大家收聽蘇托，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下人與人之間嘅正念溝通，點樣可以喺說話前先聆聽自己，打造一個正念嘅溝通。我想同大家分享4把鎖匙，今集先同大家分享第1把鎖匙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聽我呢個心靈清道夫嘅節目，讓大家都能夠打造一個正面嘅溝通方法。喺第1把鎖匙分享之前，想同大家講一個少少發生喺我朋友身上嘅故事。有一日，佢同我分享喺出門之前，佢媽媽同佢講咗一句說話：你點解唔着多件衫啊？出面好凍喎。跟住我朋友唔知點解，忽然間覺得呢一句說話好似喺度攻擊緊佢，佢就拋下一句關你咩事啊？然後就嘭門一聲咁樣走咗去。點知出到街真係冷風一吹，佢即刻都後悔。佢仲覺得點解頭先阿媽提我嘅時候，我唔着多件衫呢？因為喺朝頭早趕住出門口嘅時間，仲要囉囉嗦嗦。但係喺呢一刻，佢感受到冷風嘅吹襲，佢自己停落嚟就問自己：點解頭先會咁樣講咗一啲咁傷害性嘅說話？其實媽媽背後可能只係一個關心，但係佢聽到嘅居然係一個批判同嫌棄，佢自己都嬲自己點解衝口而出。喺嗰一刻，佢嘅情緒比理智行得仲快，所以佢嘅防禦機制就即時啟動咗，然後呢一句咁傷害性嘅說話就飛咗出去，仲快過飛鏢。其實諗深一層，當朋友同我分享嘅時候，我就同佢傾下，其實人與人之間嘅正念溝通最緊要嘅第1把鎖匙就係暫停。呢一把鎖匙其實就可以挽救一段關係嘅最強武器。佢問我點解，我就同佢分享，其實要明白暫停點解咁重要。首先你要了解你嘅腦袋運作嘅機制。心理學有一個好出名嘅概念叫做杏仁核劫持。杏仁核係大腦入邊情緒嘅警鐘，負責戰鬥、逃跑同凍結嘅反應。佢行得越快，但係佢唔識思考。至於前額葉皮質就係大腦嘅 CEO， 佢負責理性思考、決策同理心。佢行得慢，但係識得分析。當你感覺到被攻擊、被批判、被誤解嘅時刻，杏仁核就會搶先響起警報，喂，危險啊，反擊啊！然後你嘅身體應該會出現即時嘅狀態，會繃緊啦，心跳加速，忽然間會有股熱氣衝出嚟，然後你就會不知不覺咁樣衝口而出，說咗一啲傷人心嘅說話。呢個過程快過你意識到發生咩事，你嘅情緒腦已經做咗決定，而你嘅理智腦先啱啱醒。而暫停呢個作用就係喺呢個時刻叫停呢個情緒腦，喂，等一等啦，唔好咁激動住。暫停唔係代表逃避，而係俾時間自己由反應模切換到回應模。到底點樣先可以做到暫停？以下有3個方案可以俾大家試下。方法1，你可以嘗試身體掃描下暫停法。當你感覺到情緒開始升溫嘅時候，嗰股熱氣忽然間衝出嚟，令到你有一個火滾嘅狀態，個心跳得好快，個胃又開始收緊，呼吸又開始急促。你可以即刻同自己講，停一停，俾3秒自己先，然後快速掃描下身體3個部位，用感覺去感覺你內在呢3個部位。先感受下腳板，感受下你個腳板踩喺地下實實在在嘅感覺，跟住你可以感覺下你嘅 pat， 感覺下你坐緊呢一張凳點樣承托住你。最後你可以感受下你嘅呼吸，吸一口氣慢慢呼出嚟。呢個過程只係需要10秒，足以將你喺情緒入邊嘅漩渦拉翻出嚟當下。當你專注翻喺你嘅身體，情緒就會暫時讓位。你可以嘗試而家感受一下。到方法2，你可以進行一個提問法，可以問下自己：我而家爭贏咗，但我想贏定係想親近？
問完呢條問題，你會發現一個殘酷嘅真相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寧願爭贏呢場交，輸咗個人，又或者發洩完呢一個情緒，冇咗一個朋友。你想證明自己係啱，定係想同對方保持連結？你自己理解呢條問題，可以即時叫醒你嘅理智腦去諗下。第三個方法就係離開呢個現場。如果你真係好嬲，又好怕自己講錯嘢，咁你可以同對方講：我而家有啲情緒，俾15分鐘我靜一靜，然後再傾，或者俾5分鐘我去個 toilet 洗個面，我返嚟再同你討論返呢一個議題。然後你可以離開下呢一個局促嘅現場，落街兜個圈，或者去洗個面，甚至乎你可以去飲一杯水。唔好睇少呢少少嘅幾分鐘。喺科學研究顯示，當你嘅情緒喺最高峰嘅時候，通常只係維持20分鐘，俾自己一個空間跨過呢一個高峰，理智就會返嚟。最後第4部分就係暫停咗之後，咁點呢？好多人都會誤會，以為暫停就係唔出聲、冷戰，或者自己食咗呢個死貓，或者係逃避問題，梗係唔係啦。暫停其實只不過係中場休息，唔係完場。暫停嘅目的最主要嘅係俾自己嘅情緒降溫，俾理智上返嚟。之後我哋可以真正開始用第2把鎖匙觀察，繼而用第3把鎖匙表達感受，最後用第4把鎖匙聆聽對方。先暫停後溝通，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，最後你就會得到個非常之共融嘅狀態。去返頭先我開頭講嘅故事啊，當朋友放工返到屋企，特登行去廚房，佢阿媽就背住佢喺度煮緊餸啦，佢就吸咗一口氣暫停，然後同佢阿媽講：媽咪啊，今朝我大聲咗，對唔住，我知道你關心我。佢冇轉身，到佢膊頭鬆一鬆，佢細聲講：咗你最鍾意食嘅嘢，快啲沖涼，然後就準備食飯。就係一句暫停，就換嚟一個不一樣嘅畫面。喺未來呢3日，你可以嘗試揾一次對話，特別係當你覺得就嚟衝口而出嘅時候，可以嘗試下用呢一個暫停嘅方法，只係需要10秒，只係需要一條問題，或者3次深呼吸。然後觀察下之後嘅對話有咩唔同，歡迎大家可以同我分享返你呢個經驗。你要記住，暫停唔係軟弱，係懂得停先係自強嘅最高境界。感謝大家收聽 Soul Talk， 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其餘嗰幾把鎖匙。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